感谢的回答模式一样要有对象，再加上道谢缘由，比如说明对象曾经的好，再加上感恩祝福词。我们来做这个题库的示范题。今晡日是教师节，你为老先生讲乜嘅？表示你嘅感谢。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。对象是信上，道谢缘由是希望你教我讲学，感恩祝福词是教师节快到嘞，祝福信上教师节快乐。答案可以说信上，希望你教我讲学，教师节快到嘞，祝福信上教师节快乐。我们再来练习一个不同的答案。信上，希望你指导我嘅学语朗读比赛，教师节快到嘞，希望信上身体康健，祝福信上教师节快乐。练习题：礼拜係通過學語認證考試，你會當感謝乜人？請用自己話對佢表示你嘅感謝。禮篇講嘅感謝，未會用希望，乜人未會講乜啥。套用回答模式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信上，禮拜我通過學語初級認證考試。希望你按用心教我講學哦。